你要是真心对他好，你就走，你就走，你求求你！博雅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阿姨，对不起啊，博雅是因为我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为了你陪我孩子，你陪我孩子，你怎么可以把他伤成这副样子？你是个害人精，都怪你，都怪你啊！要不是你，他怎么会害成这个样子啊？阿姨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孩子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还是不要太伤心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体。你走吧，我想要一个人陪他。你说，傅博雅那么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能找那么差劲的女朋友呢？关键是他还那么爱他。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吧？是不是也想找这样的男朋友啦？思春了，思春了，嘿，你看看。哎呀，去你的，谁思春呢？我就是感慨一下嘛。如果我有着一个这么样的男朋友，对我那么好又那么爱我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。也是。我怎么没那么好命，找这样的男朋友呢？苏妍希，我的好妹妹，连我都认不出来。贺锦熙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不刚回来就来见你吗？那妈妈呢？妈妈在哪儿？她治好了没有？妈妈不就那样吗？治也治不好，死也死不掉。你不用操心了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的意思是说妈妈还没有治好？那你把她安顿在哪儿了？我要现在去看她。别一口一个妈妈的，我也刚回来啊，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？我当然要关心妈妈了，当初就是因为你告诉我可以把妈妈治好，我才答应你把她带走的，不然我不会替你家丁顾家的。你现在这个脸变成这样，我们还怎么身份互换？你该不会让我跟顾家人说我要去整容吧？苏妍希，不要那么着急，我没有这么说过呀。
我现在要名正言顺的用我现在这张脸夺回顾西城。那你要怎么做？当然需要你配合我。我们当时明明已经说好了，只要你回来，我们的互换就结束了。你现在这样怎么回顾家，跟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告诉我，妈妈在哪儿？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你不帮我，你就见不到妈妈。贺锦熙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现在妈妈的病没治好不说，你还不让我见到妈妈，拿妈妈威胁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怎么没有良心了？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就让你见妈妈。说吧，你要让我怎么做？小马好不好玩呢？哇呀，亲哥哥一下，哎呀，来！哇哦，玩去吧！啊，赏心悦目。怎么了？你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变了？以前你游戏人间，现在清心寡欲。哎，哥几个发现没有？自从娶了小嫂子以后，他再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。就算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，也从来不带妞啊。怎么着？我们这几个人里边有猛力一个好男人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一个了。不是哥，我那不是没钱吗？我要是有钱，那我也想天天做新郎啊。哟，猛力你好坏哟！我们这几个里边，也就顾少爷一个好男人了。哎呀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再这么玩了。既然结了婚，就对他好一点吧。听的意思是认真了？我突然觉得世事无常，要对身边的人好一点。我感觉我应该是找到真爱了。真爱？不是吧？真爱啊！真爱这个词儿能从你嘴里边出来呀？那我问你，小嫂子爱你吗？我会让她爱我的。你一定要这么做吗？只要顾西城喜欢上我，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。你的任务就是尽量给我们制造机会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你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？是不愿意，还是说你已经喜欢上顾西城了？怎么可能？那最好。你别忘了，顾西城他是我的男人，你只是我的替身。好了，那就这么决定吧，回去准备准备。哟，怎么是你呀？我和奶奶在工作，怕您口渴，给您倒杯茶。有事啊？嗯，我是有点事想跟奶奶商量商量。啊，坐吧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奶奶，我有一位表姐，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现在已经毕业了呢，准备回来找工作，暂时还没找到地方住，所以我想，能不能让她来家里和我住一段时间啊？你表姐？如果您要是觉得不方便，就算了，没关系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既然是你的亲戚，那也是我们顾家的亲戚啊。反正家里啊地方大，房子也多，你让她过来住吧。您同意啦？同意了呀。你表姐什么时候来啊？
就这2天的机票吧。那好，我让露露啊把房间打扫一下。哼，你那么好，你的表姐啊也一定会不错的。谢谢奶奶。Don't save your kisses, just pass them around. You'll find my reason is logically sound. Who's gonna know?